万万没想到，爸妈联手拿了儿子3万存款，就为换一只金镯子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一对父母趁儿子上学，偷偷溜进他房间，直接砸烂2个存钱罐，把孩子几年攒下的3万多零花钱全拿走，转身就去金店买了个镯子。更离谱的是，爸爸不仅没拦，还全程举着手机拍视频，笑得合不拢嘴，把整个过程当成家庭趣事发上网炫耀。儿子放学回家，妈妈还特意拉他吃饭，一边夹菜一边不经意露出新手镯。等儿子自己问起，孩子一进卧室，看到心爱的存钱罐碎了一地，当场愣住，声音都抖了。钱呢？爸妈却笑嘻嘻承认拿去买了镯子。怎么了？视频里他们满脸得意，仿佛完成了一次亲子默契测试。你要是生气，就是不懂事；你不生气，以后钱就随便拿。这事儿网友看不下去了，评论区炸锅了，夫妻俩干脆关了评论。说白了，这不是家事，是边界感的彻底崩塌。孩子的钱，哪怕是他一块一块攒的，也该被尊重。